嚟到巴杜巴克最緊要就係問一句：呢度有咩好食？你唔問當地人點會食到道地嘢呢？聽本地人講，佢哋通常都會嚟呢度食晚餐，就係呢度。福建話叫做嗨記。講真，食物就唔係咩山珍海味，但有幾樣真心唔錯。蠔煎係一個驚喜，蠔夠大粒，多汁又新鮮，滑蛋加埋香菜落去更加唔使講，絕對係最佳嘅配合。另外一個驚喜就係喇喇仔，淡淡鮮甜，肉質飽滿，真係好正。呢度雞飯比較特別嘅就係黑豉油淋上飯，其實係啱我口味嘅。旅行有時唔一定要揾到全世界最好食最貴嘅食物，而係要揾到當地人會返嚟食嘅味道。你唔會驚喜，但你會覺得窩心。關注我男人廚房，食物係藉口，其實我係想留低啲回憶。